今日要讀嘅書係 Adam Grant 嘅逆思維 Think Again。呢本書喺度講一個好重要嘅能力，唔係我哋知道幾多，而係我哋願唔願意重新檢視自己嘅諗法。我哋成日會覺得學習就係將知識裝入腦袋，然後越識越多越犀利。咁但係作者提醒我哋，真正嘅關鍵能力啦，唔係會思考，而係會重想。因為世界一路變緊啦，我哋嘅經驗同埋知識可能琴日仲啱，但係今日就唔一定適用。如果我哋死守舊觀念，反而會俾時代拋下。跟住落嚟呢，我會帶你逐章走過呢本書嘅核心，幫助你理解乜嘢係逆思維，點解我哋需要佢，以及喺生活同埋工作中該點樣練習重新思考嘅能力。第一章，點解會思考仲唔夠？我哋更加需要會重想。作者喺一開始咧就拋出個問題啦，我哋係咪太常依賴舊有嘅諗法喺度做緊判斷？好多人以為知識咧就好似一間屋，你學到嘅新嘢咧就喺呢間屋裏面咧多放低一件家具。但係 Adam Grant 認為啊，知識更加似係一個花園，喺花園啦，需要不斷整理，要掹走雜草，修剪過時嘅植物，然後先至有空間長出新嘅嘢。咁所以學習嘅真正關鍵呢，唔係累積，而係更新。會思考唔代表會重想㗎，思考係揾到答案，但係重想係檢查答案仲啱唔啱。呢一就係第一章嘅核心啦。我哋必須有能力承認自己可能錯咗，並且勇敢去修正。喺書裏邊呢，作者係舉咗一個好生動嘅例子。有啲專業人士，譬如醫生或者科學家，知識水準非常高，但係偏偏佢哋喺錯誤嘅時候更唔願意承認。點解呢？因為佢哋習慣咗自己係識嘅人，久而久之就會將我知道當成一種身份認同。一旦有人挑戰，對佢哋嚟講就唔只係觀點被挑戰，而係人格被挑戰。咁樣嘅結果就係越聰明嘅人越容易陷入固執。作者咧就提醒我哋，呢個就係危險所在。因為如果我哋將知識睇成係固定嘅，就會錯過新嘅可能。但係咧，如果我哋願意將知識睇成係暫時嘅、可更新嘅，咁當新嘅證據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更快修正嘅。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比喻啦。作者話，我哋大多數人遇到唔同意見嘅時候，會好似律師或者傳教士。律師嘅心態係，我要證明我係啱嘅，所以我要搜集所有能夠支持我嘅證據。傳教士嘅心態係，我要說服你相信我，所以我搏命重複我嘅論點。咁但係咧，呢兩種方式咧都唔係追求真相，而係喺度保護自尊。真正有用嘅角色咧，其實係科學家。科學家嘅心態係，呢個只係一個假設啦，可能正確，亦都可能需要修正。咁所以科學家會話咧，目前個證據支持咁樣嘅諗法，但係未來如果有新嘅發現，我願意更新我嘅結論。如果我哋能夠帶住科學家嘅心態生活，就能夠避免好多錯誤。因為咧，我哋唔係喺度保護自己，而係喺度追求更接近事實嘅理解。咁第一章嘅最後提醒我哋啦，唔好驚話我唔知。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承認自己唔知，反而係一種智慧，因為唔知會驅動我哋去探索、去學習、去更新，而自以為知道先係阻止成長嘅最大障礙。第一章小結，所以第一章話俾我哋知，學習唔淨係累積，而係要不斷更新。我哋需要放低律師或者係傳教士嘅心態，學會好似科學家咁，係將諗法當成暫時嘅假設，隨時準備修正。而真正嘅聰明呢，唔係永遠正確，而係願意承認自己可能錯咗。第二章思維模式嘅4種角色：傳教士、檢察官、政治家、科學家。喺第二章啊，Adam Grant 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嘅模型，佢話，我哋喺思考同辯論嘅時候呢，其實成日會扮演唔同嘅角色。呢啲嘅角色唔一定係我哋有意識去選擇嘅，而係我哋嘅大腦習慣性咁套用某種模式。咁呢4種角色係咩呢？分別係傳教士、檢察官、政治家以及科學家。先嚟講傳教士嘅，傳教士模式嘅特徵就係，我已經相信某個觀點係絕對正確嘅，而家我嘅任務就係說服你接受呢個信念。喺呢個模式底下呢，我哋會變得好有激情啦，好有說服力啦。咁但係同時呢，
都會好抗拒人哋嘅挑戰啊。因為喺傳教士嘅思維裏面，懷疑就等於背叛。舉個例子咧，有啲人咧對某個飲食方式深信不疑，譬如咧生酮飲食啦、純素飲食咧，佢哋會不斷咁同身邊嘅人推廣啦，好似嗰係唯一嘅真理。但係一旦有人提出反例咧，佢哋就會馬上防衛，甚至覺得被冒犯。跟住落嚟咧係檢察官。檢察官模式嘅重點係揾到人哋嘅錯誤。喺呢種模式之下呢，我哋會不斷去搜集證據，只為咗證明對方唔啱。咁嘅思維方式有時好犀利，但係缺點係我哋其實冇真係喺度思考，而只係喺度打擊人哋嘅。舉例嚟講啊，喺網絡辯論裏面，你可能睇過有人專門去挑人哋漏洞，講過你呢度邏輯唔通，你呢個數字係假嘅。但問題就係，佢哋自己並冇提供更好嘅觀點，所以檢察官模式等我哋睇起嚟好似贏咗辯論，卻冇真係接近真相。咁第三個角色咧係政治家。政治家模式咧係我哋喺社交場合最常出現嘅思維方式。喺呢一個模式之下，我哋唔一定真係相信某件事，但我哋會表現得好似相信，因為我哋想要得到人哋嘅支持或者掌聲。舉例嚟講呢，好多人喺公司會贊成老闆嘅意見，唔係因為佢哋真係覺得啱，而係因為佢哋想要得到認同，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面有啲人會轉發一個流行嘅觀點，唔係因為佢哋深思熟慮過，而係因為咁樣可以俾佢哋睇起嚟企喺正確嘅一邊。政治家模式嘅問題係，我哋唔係喺度思考真理，而係喺度經營形象。最後呢，作者提出第四個角色，科學家。咁呢個就係佢最推崇嘅模式。科學家嘅思維方式啦，係保持好奇心嘅，提出假設，搜集證據，然後根據新證據嚟到修正結論。喺呢種模式之下呢，我哋唔會將我曾經相信嘅嘢同埋我嘅自我價值呢綁埋一齊。相反地呢，我哋會將修正錯誤當係一種進步。咁舉個例子啦，你可以想象科學家嘅日常啦，佢哋不斷做實驗，不斷推翻自己嘅假設。如果一個假設被證明錯咗，呢個唔係丟臉嘅，而係好事嘅，因為代表佢哋更加接近真相㗎。咁樣嘅心態呢，就係逆思維嘅核心。咁作者咧係都提醒我哋，呢四種角色並唔係非黑即白嘅。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可能喺唔同嘅情景下咧切換到唔同嘅模式。比如話你喺同屋企人爭論嘅時候，好可能係傳教士啊，因為你想說服佢哋照你嘅方式做。你喺網絡上留言嘅時候，可能會變成檢察官啦，因為你想指出對方嘅錯誤。喺工作場合咧，你可能會戴上政治家嘅面具，因為你想要升遷或者得到認同。但係作者要我哋警覺嘅係咧，如果我哋長期停留喺呢三種模式，就好難真正打開思維。咁所以最緊要嘅提醒就係要刻意練習用科學家模式去睇世界。咁呢個意味住我哋要習慣問自己，我嘅呢個觀點有冇可能只係暫時正確？如果有新嘅證據出現，我係咪願意修正？我係咪喺度保護自己嘅面子，而唔係喺度追求事實？當我哋能夠經常翻去科學家嘅模式啦，就唔會因為執着而停滯。第二章嘅小結啦，第二章咧俾我哋一個好實用嘅框架。我哋每個人喺思考嘅時候咧，成日會變成傳教士啊、檢察官啊或者政治家。咁呢三種角色嘅共同點就係佢哋都俾我哋停喺原地，唔願意改變。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刻意練習成為科學家，保持假設，保持好奇，隨時準備修正，就能夠真正活出逆思維。而呢一個角色嘅選擇咧，會深刻咧影響我哋學習嘅方式，亦都會決定我哋嚟緊咧能唔能夠繼續成長嘅。第三章，點解聰明人更加容易陷入偏見？喺第三章 Adam Grant 提出一個聽起嚟有啲諷刺嘅觀察。我哋一般都會以為咧，越聰明嘅人咧應該越識得思考，越唔容易出錯。咁但係咧作者話咧，事實上咧成日相反啦。咁聰明人咧反而係更加容易陷入偏見。點解會咁咧？因為聰明人咧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啦，亦即係邏輯推理能力強啦，說服能力高啊。但係咧係呢個優勢咧，同時亦都係陷阱嘅。當佢哋一旦相信一個觀點，佢哋就能夠快速揾到好多看似合理嘅理由嚟支持自己嘅立場。呢個過程咧，被作者形容為佢哋唔係喺度追求真理，而
而係喺度幫自己辯護。我哋可以將佢想象成一場法庭辯論。一般人呢，可能只有幾個論點可以攞出嚟，但係聰明人呢，能夠揾到10幾個，甚至呢，能夠將每一個反駁都拆解得好靚。於是佢哋喺辯論上可能會贏，但係喺尋找真相上卻輸得更徹底。呢個現象其實就係心理學裏面所謂嘅動機式推理啦。咁意思就話我哋嘅大腦唔係尋找真理，而係尋找可以支持自己信念嘅理由。而聰明人呢，因為資源更多呢，所以更容易把自己說服。咁作者呢，舉咗一個例子，有啲學者或者專家喺面對新嘅研究證據嘅時候，反而比一般人更唔容易改變睇法，因為佢哋會覺得我研究咗咁多年，唔可能係錯嘅。再加上咧，佢哋能夠用專業知識揾到好多漏洞嚟到駁斥新證據，咁呢個就導致佢哋嘅立場咧更加僵硬。呢個現象話俾我哋知，知識唔係保護傘，有時佢反而係枷鎖。當我哋將我識得好多同我必須永遠正確綁埋一齊嘅時候，就好難承認錯誤。喺呢度，作者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區分，佢話咧，我哋要分清楚咧，我對呢個觀點嘅信心同埋呢個觀點本身嘅正確性。好多人會混淆呢兩者，譬如話我哋對某個諗法好有信心，就以為佢一定係真嘅，但係事實上，信心只係心理感覺，正確性先至係客觀事實。當我哋將呢兩者混為一談，就會掉進偏見嘅陷阱。舉個生活中嘅例子，咁假設你長期咧係相信一個理財方式，比如買房咧一定保值，呢個信念可能嚟自你過去20年嘅觀察，亦都可能嚟自父母一輩嘅經驗。因為你對佢好有信心，所以當有人提出房價亦都可能下跌嘅時候，你會自動反駁。你可能會話唔可能啦，經濟再點差，樓價仲係會漲。但係呢個其實係信心喺度作怪，而唔係真實嘅邏輯推理。如果你能夠區分嘅信心同埋正確性，你就會更開放咁思考嘅。或者房價真係可能下跌，只係機率問題啦。或者我嘅經驗只適用於某啲時代，而唔係永遠。咁樣嘅思維呢，就能夠避免陷入偏見啦。作者喺呢章呢，仲提醒我哋一個陷阱，咁就係專家迷思。專家往往因為過去累積咗大量嘅知識，反而更容易忽略新嘅可能性。呢個就好似係一個已經好熟悉某條路嘅人，反而唔會去嘗試新嘅路線，因為佢覺得舊嘅方式已經夠好。但係問題係世界一路喺度變，如果我哋走舊路，好可能會錯過新嘅風景。所以作者俾我哋嘅提醒係唔好因為自己識得多就覺得安全，反而要時時保持懷疑。懷疑唔係唔自信，而係一種保護機制。佢咧能夠俾我哋避免掉進越聰明越固執嘅陷阱。咁我哋要點做先至能夠避免呢一種偏見呢？作者咧就提出幾個方法咧。第一，刻意挑戰自己嘅觀點，唔好淨係揾呢個支持自己立場嘅證據啦，都要去揾呢可能推翻佢嘅反例。就好似科學家做實驗，唔係要證明自己永遠啱，而係要測試自己嘅諗法係咪站得住腳。第二，降低對自我價值嘅綁定。當我哋將我係邊個同我嘅觀點綁埋一齊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好難承認錯誤。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將身份擺喺我係個學習者，咁錯誤就唔再係威脅，而係一個更新嘅機會。第三呢，練習話我可能錯咗。咁呢句說話睇起上嚟好簡單，但其實好有力量㗎。當你能夠自在咁講出呢句說話呢，就代表你已經唔再被一定要啱嘅執念控制。第三章小結。第三章話俾我哋聽，聰明人並唔一定更客觀，反而可能更容易掉進偏見，因為佢哋能夠更快揾到理由嚟到證明自己係啱嘅。所以我哋要學會區分信心同埋正確性，唔好俾知識變成自我嘅枷鎖。真正嘅智慧唔係永遠正確，而係勇於承認錯誤，並且保持開放去更新諗法。第四章，創造安全嘅重新思考空間。喺前面幾章 Adam Grant 講到我哋要練習逆思維，要似科學家咁隨時準備修正觀點。咁但係問題嚟啦，就算我哋自己願意重新思考，人哋都唔一定願意啊。咁要點做先至係俾對方都打開心門嘅？作者喺第四章提出咗一個關鍵，你必須創造一個安全嘅環境，俾人敢於重新思考。
係想象一下呢，如果你喺一個會議裏面，老闆總係中意下結論，任何人提出唔同意見就會被駁回。久而久之呢，大家就會選擇沉默啦。唔係因為佢哋冇諗法，而係因為佢哋覺得講咗都冇用，仲可能惹麻煩。咁樣嘅氛圍入邊呢，唔可能有真正嘅創新。咁相反地，如果一個領導者能夠俾大家覺得提出唔同嘅觀點唔會被懲罰，甚至仲會被重視，咁大家咧就會更願意去分享、去挑戰既有嘅諗法。呢一種心理安全感正係作者強調嘅核心。心理學研究顯示，一個團隊嘅成功往往唔取決於成員嘅智商有幾高，而係取決於佢哋能唔能夠自在咁提出疑問同埋建議。如果一個團隊裏面每個人都驚出醜，咁就算個人再聰明，整體嘅智慧亦都會被封閉起嚟。但係如果大家都覺得錯咗冇關係，至少我哋學到嘢，咁成個團隊嘅思維就會更有彈性嘅。咁呢一點唔止係組織適用，家庭亦都一樣。如果細路仔喺屋企總係被批評，你點解又錯咗？你點解咁笨？咁嗰孩子以後就會避免承認錯誤，因為承認等於被羞辱。但係如果父母咧能夠喺細路出錯嘅時候話好好啦，你發現咗一個新嘅方法，雖然冇成功，但係至少我哋知道呢一條路行唔通嘅。咁孩子就會更加願意嘗試，亦都係更加能夠培養逆思維。作者喺書裏邊舉咗一啲例子，因為佢提到咧有啲公司咧會喺每次專案結束之後咧舉辦失敗嘅分享會，唔係慶祝失敗，而係透過分享嚟揾出學習。喺呢啲會議上面咧，每個人都要提出一個自己最近嘅錯誤，然後說明從裏面學到咗乜嘢。咁樣做嘅結果咧，就係把承認錯誤變成一種正向嘅事情。久而久之，大家唔會再害怕錯，反而會更加主動去修正。係另一個做法咧，係喺日常對話度改變我哋嘅語言啦。譬如話，當你聽到唔同意見嘅時候，唔好急住反駁，而係先問你點解咁諗啊？呢個問題會讓對方感受到尊重，因為你並唔係要否定佢，而係想理解佢嘅思路。作者建議我哋多用一啲能夠開放對話嘅語句，比如有冇可能其他解釋啊？我哋要唔要一齊檢視下證據？我可能冇諗過你個角度，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呢啲少少嘅問句呢，其實就係喺度建立安全感，因為呢，佢哋釋放嘅信息係喺度啦，你嘅諗法係有價值嘅。咁另外呢，作者亦都傾到一個好有趣嘅觀察啦，越係權力高嘅人，越需要刻意創造安全感，因為地位越高嘅人，越唔容易接收到真實嘅意見，大家都會因為驚得罪佢，而只係話好聽嘅說話呢。咁所以一個好嘅領導者咧，要主動去降低呢一種距離感咯。舉個例子咧，有啲 CEO 咧就會喺會議上面話：我今日提出嘅方案只係草稿，唔一定啱，你哋可以隨時挑戰。咁樣嘅開場白，咁能夠即刻降低人哋嘅壓力，咁啊等大家敢於表達唔同聲音。當然啦，咁呢個唔代表你要將所有嘢都放任你。所謂嘅心理安全感就係唔係話錯咗永遠冇關係，而係錯咗唔會被羞辱，而係會被理解、被引導。重點呢，唔係完全冇標準啦，而係錯誤被當成一個學習嘅過程。咁所以呢，係第4章想話俾我哋知係咧，喺逆思維唔係淨係個人嘅能力，佢需要一個環境嚟支持。如果一個組織、一個家庭，甚至一段人際關係能夠提供安全感，咁大家就會更願意承認錯誤、更新觀點，而呢種文化咧，會讓整體咧變得更聰明、更有彈性。第4章小結總結嚟講咧，就第4章係提醒我哋咧，要讓人敢於逆思維，首先要有安全嘅空間。不管咧係喺公司啊、家庭啊，定係朋友之間咧，如果大家覺得承認錯誤會被懲罰咧，咁思維咧就會僵化嘅。但係如果大家覺得承認錯誤係學習嘅開始，咁逆思維先至有機會真正發生。所以創造安全嘅環境咧，其實就係逆思維嘅土壤啦。第5章點樣用問題打開對方嘅心門？前一章我哋傾到要讓逆思維發生，需要一個安全嘅環境。咁當我哋真係想要影響人哋啦，俾對方願意重新思考嘅時候，我哋該點做？作者喺第5章俾出咗一個非常實用嘅工具提問。比起陳述，
比起爭辯，好嘅問題更能打開對方嘅心門。咁想象一下，如果你直接話俾一個人知你錯咗，多數人嘅第一反應一定係防衛啊，佢哋會馬上舉出反駁理由，甚至係更堅持自己嘅立場。但係如果你換個方式問佢，你有冇諗過呢個觀點可能只喺某啲情況下成立呢？呢個時候對方咧就會開始動腦思考，而唔係直接反擊，因為問題咧唔似指責，佢係一種邀請。作者咧舉咗一啲好有意思嘅例子啦，好似係一啲談判專家喺面對強硬對手嘅時候咧，佢哋唔會急住話自己立場，而係會先調出問題。咁例如，咁如果你企喺我個角度，你覺得點做比較合理？咁樣嘅問題咧，會讓對方暫時跳脫原本嘅框架，進入一個新嘅思考模式。另外，心理學研究亦都發現，人哋對自己得出嘅結論接受度比對人哋強加嘅結論要高得多。咁換句話講咧，如果個觀點咧就係我自己諗出嚟嘅，我就比較容易接受啦。而問題嘅力量咧，就係幫助對方自己推導出新嘅結論。咁咩樣嘅問題比較有用呢？作者咧整理咗幾個方向。第一，開放式嘅問題，唔好問只能夠翻答係或者唔係嘅問題，而係要問係能夠引導對方思考嘅問題。譬如唔好問你覺得呢個方案好唔好啦，而係問咧呢個方案喺邊啲情況底下咧係比較適合，喺邊啲情況底下咧可能會有風險咁。咁樣一嚟咧，對方就會開始思考唔同嘅面向，而唔係單純俾你一個答案。第二咧，假設性嘅問題啦。呢一種嘅問題都能夠俾人脫離眼前嘅框架，去思考更加多可能。例如，如果我哋唔受時間限制，你會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啊？或者，如果你而家係客戶，你會點睇我哋嘅做法？假設性嘅問題能夠創造一個新嘅角度，比思維更有彈性。第三啦，反思性嘅問題，呢個係等對方回顧自己嘅理由，進而發現矛盾㗎。譬如你點解會咁樣諗？呢個諗法係邊度嚟嘅？當對方開始檢視自己嘅立場咧，就比較容易發現漏洞啦，亦都就更有機會重新思考。作者仲特別強調，問題嘅語氣比內容更重要。如果你帶住挑釁嘅口吻問嘅再好嘅問題都冇用嘅。譬如你憑乜嘢咁樣諗？呢句說話聽起上嚟就係攻擊。咁但係如果換成你係點得出呢個結論嘅？我想理解你嘅思路，聽起上嚟就完全唔同啦，會讓對方咧覺得被尊重。喺書入邊咧，Grant 分享咗一個真實案例㗎，有一位氣候變遷嘅倡議者，成日遇到懷疑氣候變遷嘅人。一開始佢總係用一大堆數據去證明，結果效果好差嘅。咁啊，對方甚至更加抗拒。後來佢改變嘅方法啦，開始用問題嚟對話。佢會問就話：你最關心嘅係咪孩子未來嘅生活環境啊？咁樣嘅問題將對方拉進一個共同嘅價值，都希望孩子能夠有好嘅未來。當佢哋揾到呢個共通點啦，對方先至開始願意聽新嘅證據。呢個案例話俾我哋知咧，問題唔係要贏，而係要連結。當對話有咗連結，重新思考先有可能發生。呢一章入邊，作者仲提醒我哋一樣嘢啦，提問唔淨係為咗改變人哋，都能夠幫助自己逆思維。因為咧，當我哋習慣用問題看待世界咧，我哋就唔會咁快下定論。譬如，我哋可以問自己咧，我有冇可能睇漏咗啲咩？如果我係對方，我會點睇？呢個信念係咪嚟自過去嘅經驗，而唔係而家嘅現實？呢啲問題咁能夠幫助我哋保持謙遜，亦都幫助我哋發現新嘅角度。所以咧，第5章嘅核心就係話，當你想要俾人哋打開心房，唔好急住說服，而係用問題嚟引導。當你想要俾自己保持開放，都要用問題提醒自己。問題嘅力量唔在於俾出答案，而在於打開更多嘅可能性。第5章小結。第5章提醒我哋，問題比答案更有力量，因為答案會關閉思維，而問題能夠開啟新嘅思考空間。如果你希望人哋願意逆思維咧，就要少啲指責，多啲提問。咁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夠持續嘅逆思維咧，都要成日問自己，我有冇可能錯啦？唯有透過問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走向更加多元、更加彈性嘅思考方式。第6章擁抱錯誤，學會知識嘅更新。喺最後一章，Adam Grant 把成本書嘅核心收斂到一個觀念，我哋要學會擁抱錯誤，因為錯誤本身就係知識更新嘅起點。好多人驚承認錯誤，因為覺得呢個係代表失敗，甚至代表自己唔夠聰明。
但係作者提醒我哋呢，錯誤唔係威脅，而係禮物。佢俾咗我哋一個機會，俾我哋能夠比琴日更聰明。咁啊，想象一下，即係如果你回顧1年前嘅自己啦，覺得哇，嗰陣時個諗法真幼稚。其實呢個係一件值得慶祝嘅事，因為呢代表你有進步。如果你回頭睇呢，發現自己同舊年完全一樣，呢個反而比較危險，因為呢個可能代表你冇成長。咁呢個亦都係作者強調嘅，真正嘅學習唔係將個知識放進腦袋，而係持續更新腦袋裏邊嘅知識啦。喺書裏面呢，佢提到一個概念叫做知識嘅檔案管理。我哋嘅腦子呢，就好似一個資料庫嘅，咁新嘅資訊入嚟嘅時候呢，我哋可以揀3種嘅做法。第一，將佢存檔，但係從不更新，咁嘅結果就係知識會過時，最後變成累贅。第二，把佢存檔，偶爾整理，但係好勉強咁樣刪掉一啲舊檔，咁呢個係大多數人嘅狀態。第三呢，就係主動更新，將新嘅資訊同埋舊嘅比較，然後勇敢咁替換掉過時嘅部分，呢個就係逆思維嘅理想狀態啦。咁要點樣先至能夠做到擁抱錯誤呢？作者提出咗幾個實用嘅方法。第一，把錯誤視為進步嘅證據。當你發現自己錯咗，唔好急住自責，而要話俾自己太好啦，我發現咗一個更新嘅機會。咁樣嘅心態轉換，能夠俾錯誤變成學習嘅動力。第二，建立一個更新清單。作者建議我哋可以定期檢查有邊啲觀點係我以前相信嘅，但係而家唔再適用啦。就好似軟體要更新版本一樣，我哋亦都要更新自己嘅思維版本啦。呢種練習咧，能夠幫助我哋咧不斷進化。第三，把錯誤公開化。咁喺書裏邊佢提到咧，有啲組織咧會刻意分享錯誤，甚至咧就鼓勵大家列出咧我最近改變嘅3個觀點啦。咁樣做嘅好處咧，係等大家覺得改變唔係丟臉，而係一種常態。舉個生活嘅例子呢，假設你一路以為早起一定比晚瞓更健康，但係後來發現其實健康取決於睡眠品質，而唔係起身嘅時間。呢個時候啦，你就可以公開承認啦。我以前以為早起就係成功嘅關鍵，但而家我知道話規律同埋睡眠長度更重要。咁樣嘅分享唔單止係俾自己更有彈性，亦都係幫助人哋打破舊迷思。作者仲提醒我哋唔好將改變諗法睇成搖擺不定。好多人會擔心嘅，如果我總係修正立場，人哋會唔會覺得我唔可靠？但係其實改變立場代表你又在更新啊。真正唔可靠嘅係嗰啲死守舊觀點，即使錯咗都唔肯承認嘅人。就好似科學家啊，如果佢哋一直固守100年前嘅理論，今日就唔可能有咁多科技進步。正因為佢哋願意承認錯誤、更新假設，先至俾我哋能夠行到今日。最後，作者用一句話總結咗呢本書嘅精神：知識唔係身份，而係工具。如果你把知識當成身份，你就會驚失去佢咯。但係如果你將知識當成工具呢，你就會隨時咧準備換掉舊工具，拎起更好嘅新工具。呢個就係逆思維。第6章小結。第6章話俾我哋聽，錯誤唔係敵人，而係朋友。佢提醒我哋該更新啦。只要你能夠將錯誤當成進步嘅證據，就能夠不斷推進自己。咁所以唔好再害怕改變想法，因為每一次嘅修正都係你成長嘅一步。總結呢本書嘅核心呢，其實可以用一句話嚟總結：唔好將知識當成身份，將佢當成工具。如果知識係身份，我哋就會好容易被綁架，因為放棄一個觀點就好似放棄咗自己嘅一部分。但係如果知識只係工具，咁當工具生鏽唔好用啦，我哋會好自然咁樣換掉佢。咁樣呢，我哋先至能夠不斷進化、不斷成長噶啦。回顧下成本書嘅重點，第1章話俾我聽，要少啲宣告立場，多啲思考彈性。第2章啦，提醒我哋唔好被過度自信綁住，保持懷疑同好奇。第3章俾我哋睇到爭辯唔係為咗贏，而係為咗理解。第4章強調環境嘅重要，安全嘅對話氛圍先至俾逆思維得以發生。第5章教我哋用問題取代指責，用提問嚟打開心門。第6章則收斂到一個核心：錯誤唔係失敗，而係知識更新嘅機會。
呢本書最打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俾我睇到謙遜嘅重要。好多時候咧，我哋覺得知識咧能夠比自己更強大，但係真正嘅力量嚟自於願意承認自己可能會錯，因為只有咁樣咧，我哋先有機會比琴日更加進步。最後想留俾你3個小練習，幫助你將呢本書嘅精神帶到生活裏面。第一，下次你遇到爭執嘅時候，先唔好急住證明對方錯啦，先問一個問題，睇下會唔會帶嚟新嘅對話空間。第二，每個月花少少時間回顧下自己有邊啲觀點改變咗，將佢寫落嚟，呢個就係你成長嘅軌跡。第三，當你發現自己錯咗，唔好懊惱，而要慶祝，因為咧代表你啱啱完成咗一次版本更新。只要能夠持續練習逆思維，我哋就唔會俾舊嘅信念框住，而係能夠不斷睇見新嘅可能。呢個亦都係 Adam Grant 想帶俾我哋最大嘅禮物，重新思考，俾自己永遠有成長嘅空間，將佢應用喺生活裏面，幫助自己成為一個更有彈性、更勇於學習嘅人。